五月天6場廣州演唱會帶動南沙消費超過1億。點解鄧紫棋廣州演唱會想睇人數超過300萬，單場吸引4.2萬人入場，加場加到10場，40萬張門飛一秒沽清，手速慢一啲都搶唔到。點解便捷酒店入住率可以由60%衝到90%？商場一晚客流多3成，餐廳夜晚10點仲排隊，外賣爆單，演唱會門飛一票難求，5星級酒店一房難求。2025年中國演唱會市場票房將近300億，大型演唱會場次同比增長12%，超過20%嘅觀眾年齡喺35歲以及以上。演唱會市場向下沉城市延展，演出加旅遊加文旅融合成為新亮點。每1蚊門票可以帶動4.8蚊城市消費。原來所謂嘅消費降級唔係真係唔消費，而係唔隨便亂使錢，只願為情緒、為共鳴、為體驗、為青春落注。有網友話：我可以退晒購物車嘅清單，但退唔到一次陪自己成長嘅偶像嘅演唱會。90後、95後早就看清所有，名牌手袋唔一定要買，地攤貨照樣可以，豪華酒店唔一定要住，反而中意民宿有煙火氣，米芝蓮餐廳不如一碗街邊牛雜。但問起五月天嘅演唱會、鄧紫棋嘅演唱會，佢哋會講鬼貴都要買，搶唔到門飛會嬲。點解會咁樣？因為呢一代人要嘅唔係虛榮，而係共鳴感。你啱啱分手，佢唱我不願讓你一個人，陪伴感。大學時期每日都播倔強，情緒價值壓力爆表，只想大聲咁樣一齊唱 OA。更重要嘅係，演唱會唔單純係娛樂，而係一種情緒避風港、精神避風港。你忍住唔飲奶茶、唔食外賣、唔買新衫，就係為咗換一場全場大合唱嘅震撼。每1蚊門飛支出，平均可以帶動4.8蚊其他消費，即係你買一張380蚊嘅演唱會門飛，可能順帶搭咗2次地鐵，搭咗2、3次的士，喺附近食咗3餐飯，喺便利店買咗2支飲料。睇完演唱會順便 shopping 買咗1件衫，睇演唱會之前買熒光棒、應援毛巾、周邊產品等，最後再住1晚酒店。一場4-5萬人嘅演唱會，其實係一條完整經濟鏈。酒店住宿，五月天演唱會期間，廣州南沙區重點酒店入住率超過90%，平時只係60%上下。有一啲近場館嘅酒店，連續幾日爆房，要提前1個星期先訂到。入住價比平時漲價30%，都有人願意 book。餐飲飲食，廣州天河區鄧紫棋演唱會期間，奧體周邊商場食肆爆單，夜晚10點仲要排隊。打邊爐、串香、奶茶、啤酒、炸物銷量增長超過60%，商圈銷售額單場演出當日飆升至1300萬。交通、地鐵加密班次，安排演唱會專線接送，高鐵站、機場都有粉絲專列接送。滴滴出行單日調度量比平日多咗2成。零售商圈商場打出持演唱會門飛打9折，限量周邊禮包。部分商場同期推出明星專屬快閃店，單日客流量超過5萬人，商場平日日均銷售額增加30%。周邊經濟，熒光棒、T 恤、公仔、周邊公仔全部賣斷貨。五月天系列周邊喺線上商城3分鐘就沽清，部分產品上架1分鐘就斷貨。年輕人唔再為虛榮埋單，而係專為真正嘅快樂付費。當年輕人願意為1晚真正嘅開心使錢，跨城甚至跨省，說明咗一件事。佢哋未放棄生活，只係用自己嘅方式撐落去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